我跟大家说老实话，我实在不太喜欢韩国瑜。为什么呢？有人说她是女版洪秀柱，我是男版韩国瑜。不过笑死人嘞，男女有别，我们怎么会像嘛？真是讨厌呐！叫我怎么喜欢呐？我们各有各的版，怎么会像？哎，后来我想到，还真是有点像，让我又不得不喜欢他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？我发现我们都很像，像在什么地方？像在我们都忠党爱国，满腔热忱，对不对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真是像啊！还有一点，我们两个都直率，讲真话，什么话脱口而出，也制造不少麻烦。我当年讲真话，讲正确的话，却是别人听不懂的话，结果我就被换掉喽。但是那个傻傻的韩国瑜啊，他也很率真，他讲些自以为幽默的话，搞得我们家神经错乱，伤脑筋呐。但是放心，什么叫做瑕不掩瑜？小小的瑕疵背弃不了，离不开我们坚持力挺的韩国瑜，对不对？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因为韩国瑜是我们透过民主正常的程序唯一的候选人，对不对？别无选择的唯一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别无悬念，就是他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要知道，这是一场非常艰困的选战。我们的对手铺天盖地负面的攻击，部分的媒体扭曲事实，坊间飞短流长，拼命黑韩。这是一场艰困的选战，但是他们制造了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恐惧、很害怕，让我们丧失信心的数据。可是就在今天晚上，大家看麦嘞，人山人海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的信心就在各位身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什么可以怕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挫折我们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，只要我们信心坚强，勇往直前，什么都不怕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各位，韩国瑜是我们的希望，对不对？它关系着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，它关系着军公教的生存跟尊严，它关系着我们教育跟文化是否走到正道，它关系到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干净，它关系到我们的能源是不是安全，它关系到我们的各行各业百业是否兴盛，它关系到一切的一切，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发展。我们的国家
兴亡正在风口浪尖之上。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开出一条生存的道路，我们要为我们国家找出一条生存的正确的道路。唯有韩国瑜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黑韩怕不怕？不怕。你黑韩，我挺韩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要不要争气？要。要不要争气？要。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，好不好？好。胜利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胜利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只要努力，胜利就属于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加油，一起来，胜利成功！谢谢大家。